接下来我们掌声、欢呼声，有请黑方选手维克托尔登场。这个维克托尔的话是来自俄罗斯，他是年龄是20岁，身高是1.75米，体重是70公斤。MMA 战绩是1胜1负。这个来自战斗民族的这个挑战者。刚才亮相的时候做的这一套动作，能够说明他对自己的身体控制是非常到位的。是的。掌声、尖叫声，有请我们非常喜爱的选手塔伊尔登场。塔伊尔的话呢，他年龄是38岁。OK， 大家没有听错，他年龄是38岁，身高1.75米，体重70公斤。他是来自哈尔滨龙云俱乐部的。塔伊尔他呢，应该是CKF 千安战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曾经8秒的话，闪电 KO 了对手。担任本场比赛执法的是国家1级裁判赵自阳。这个呢，赛前双方这个互相对视的话，也是就是一个心理战。对George，Timer，Ready，Fight！开始了。这指令都是英文指令啊。主击腿中段。对，塔伊尔。漂亮！个无意之中的低扫，扫到了对手的支撑腿。塔伊尔这个动作非常的漂亮，刚才。他想起的是转身后蹬，是转身后蹬，临时变线路了。对，漂亮，迎击。看看，对手抓这个一个膝上头非常好，漂亮，防摔的防的。对，双方的这个技术。漂亮，一人给一个。塔伊尔这个摔法技术非常好。这时候其实可以袭击这时候对手抱单腿了。再一个舍身摔，漂亮！塔伊尔这个身体控制能力非常棒。膝盖拦住躯干，控制距离，三角了，这个要小心，要小心手臂，小心手臂。可以砸。这个很深了，这个三角锁的。对，三角锁的非常深。有机会没有？你看这个要危险了。随着这个比赛的这个往下走，级别的高越来越好看了。我觉得技术动作越来越非常深，锁得非常深。再砸一下，起来再砸一下，再砸一下。如果搂不到头的话，就发不了力。对，再往下砸，其实这个右膝盖过去应该去顶对手的这个头部，摁下去，用尼昂掰。对。对手应该现在坏了，这个比较危险，可以坚持50秒。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运动员的这个技术还是不错的，但是他如果没有形成垂直角度的话，基本上也不会形成最好的夹角。松开了没有？没有，他的腿不会松开了。对，我觉得在俄罗斯这腿有点累了他因为做三角脚其实对大腿的肌肉消耗很大的，时间长了还是耗不起。看看怎么样？出来了！小心胳膊，漂亮，非常好，漂亮逃脱！休息一下，转南北。这个三角锁其实锁得非常深小心蟒蛇。没有，这个没有，他下位非常难做这个位置。塔伊尔其实在这儿需要休息一下，不要倒。这个俄罗斯选手确实这个技术很好，他技术很好，非常棒。那个三角锁拿的机会非常的好，身体柔韧性很好。对。第一个是塔伊尔体能比较充沛，然后另外一个意志比较顽强。是，当然双方还是要的时候形不成垂直角度也很难降服。塔伊尔现在需要去转，然后跪起来，一定要想办法起来，跪起来，不要让对方形成侧面压制。不要被压平。后脑，他想打后脑了。对。有碰到耳朵，那我觉得打后脑了。出来。对，塔伊尔需要小心，先起来一点。在地面上不可以用脚来踢头所以这个要遵守规则。对，3点着地非常棒。3点着地是不可以踢头。黑脚选手。这个我看到了一个，在苏联看到一场特别激烈的，就是这个时候是那个运动员立起来打了很多拳，是他的动作就比他这个转，想要切膝过腿，因为现在的话呢，确实就是说在地面上漂亮的话，要去击打对手，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对手在下面他会对你要缠住你的手臂就是你的身体。
哦，这场其实地面的话，我觉得确实是双方这个地面动作很多，塔伊尔需要对对手进行做一些肘击，然后小心对手的胯。对，这个下去。哦，小心。刚才这个位置，对方这个上踢是可以的。对，这允许，这允许。对，这个是允许的。3点着地是不可以，就除了2只脚之外，任何一部位是不可以。刚才下面人不可以去上踢。骑虎打虎的姿势。对。塔伊尔，我觉得他呢是不怕打地面的，他刚才呢确实是有点疏忽了一点，被对手拿到一个三角锁。对。哦，要小心，再有一个被锁住了。看看没有肘，应该肘在里面，应该。哎呦，好深！要小心，对，转一下，往下压，漂亮的角度。哇，这个角度转换非常棒。化险为夷，七歇。尼昂贝利。这个裁判有可能会需要干预一下，因为他对方的头已经出去了，黑方的头已经出去了。这个已经无法击打了，这个。对，因为有围栏嘛。对。应该让他们回到场中间，我觉得。10秒钟。stop。哦，这第一回合还有2到3秒。好的，刚刚好。哦，这第一回合好精彩。很精彩的比赛，很精彩的比赛。放。有一些优势，可能还是站立上。对，要用经验打，千万不能用体力打。对，因为毕竟38岁了。对，地面的时候一定要抢上位。对他来讲，地面抢上位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对方的这个下位啊，确实也攻击力非常好。对，下位攻击力很好的，上位其实攻击力就更好了。是的。在第一回合里面，黑甲选手的3次锁技没有能成功，恐怕对他也是一个信心上的消耗。转身边拳打了一下，但是其实都挺接近的，对，很接近，就是三角锁，精彩啊！对，尤其那个三角锁。基本上这2个运动员估计到后面就是靠地面了，因为这越往后打，这个有效打击就越来越少。是的，上到地面力量不行。俄罗斯选手的这个柔术系的摔法，就看地面，对，看地面谁占优势。然后他的这个摔跤的技术要比对手要好一点，对，但他一定要小心对手这个下面这个攻击对他，就是三角锁啊、十字固，对方的三角锁是不错的。在锁技顾忌上，对方呢还是做的不错的啊，这个黑方运动员做的还是不错的。对。但塔伊尔可以限制对手，塔伊尔只要把对方胯压住，直接这要捶击，对，要进行一些击打动作，要对手这个进行一些杀伤，啊。下位选手俄罗斯的黑甲选手拿手臂箍住了对手的头和颈，不让他有打击的空间。但这里是可以肘击的，这个塔伊尔的这个可以小切肘或者切横臂，然后呢想办法的话站起来踢住，对，在这打，对。好，分量的起来，小心对方。这个足跟勾没有，要小心，这个陷进陷阱太明显了。对，这里头是有陷阱的。漂亮，塔伊尔一定要在这个位置对对手进行杀伤。对，好，这拳打得非常好。声音很闷啊。对。场下观众也有说是武松打虎啊，这姿势确实有点像。是。38岁切小臂，非常不错。38岁的这种缠斗是非常耗体力的，非常耗体力。这个就需要专业的这个缠斗训练。对。切肘。哦。好疼。塔伊尔的话，其实在这个上位是很占很大优势，你只要小心对方的胯，小心不要腿进去，对，出来，侧压，做好控制。对，好，有做。
有十字固的。没有，他不要做十字固的。对，这个就是黑方啊，他这个防自己手臂，他手臂不伸出去。对，他很哦，脚一个前滚翻，哎，肩上腋下，哦，这是一个三角，反做对手一个三角。哎呀，能不能做成？有了，搂头，我觉得应该有了。发力旋转，我觉得有了。塔伊尔做的好啊，塔伊尔做的好。这个逆转太好了，这个太帅了，太帅了。本场比赛结果，红方选手塔伊尔三角锁获胜。对不起观众朋友们，我非常好，非常好的解说，我非常喜欢塔伊尔。对，这场比赛真的是非常精彩，又有体能的输出，又有这个技术的输出。我想问你第一个问题就是，在第一回合里边，你的对手曾经几乎做成了一个很深的三角锁，那个时候你什么感受？那就差那么一点，我就忍受。但是在中国、微博，我得活拼了，忍着了。